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半路认老爸”。咱台湾400年来一直受到外来政权的统治，无家己创立甲打造的国家。现此时的台湾，有关是互外来的来甲咱统治。一个伫中国战死落魄甲走来台湾的政权，甲咱台湾洗脑70多年，讲咱拢是中国人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因的。这款白贼话到真还得讲。上界看恶的是迄寡配合战败者的宣传，人若互你一寡甜头，你就去认伊做老爸。你要安怎认老爸是恁兜的代志，莫甲阮拖拖落。台湾面对两个中国政权的压力，咱台湾是毋捌惊过的。假使有一天要相战，阮嘛无可能跪落认伊做老爸，因为台湾才是阮老爸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